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23号。今仔日应该是过年的初二。但是因为我伫拜六就已经先来录这个YouTube 所以今仔日真侪人咧放炮甲大家祝贺新年恭喜！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7节到14节，士师记第6章11节到24节，以弗所书第5章第6节到1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光明之主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耶稣伊家己安尼讲。伫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嘛是安尼讲着，圣经的记载，伫我出世以前，上主已经指派我做伊的仆人，我要带伊的子民雅各来归回，带领四散伫各所在以色列人民。上主赏赐我的光，上帝是我的力量的来源。上主对我讲：“我的仆人啊，我予你一个重要的任务。我爱你复兴雅各各支族，领回以色列的子孙。我要爱你，成做万国的光，予我的救恩普及天下。以色列的救赎神圣的上帝安尼讲。”迄个要受人藐视，为着万国所怨恨、受统治者来奴隶的人君王将来要伫你的面头前起立来抵伊，位权的这贵族也要向你来跪拜。这个事一定会成就，因为以色列的神圣的上帝选你。上帝要持守伊家己的应允，耶稣基督要成做万国的光，成做救赎。亲近光的人，拢要称做光明之主。这甲咱伫前礼拜六所讲到的，罪人受到呼召是同款的教导。咱拢是得到呼召了后，成做光明的主。儿女也亲像迄个，咱知影迄个杯桶，一定爱迄个来生迄个光。咱蒙恩受呼召了后，咱就必须爱有新的生活的纯正，就开始爱有一个光明的生活。伫旧约士师基甸的时期，以色列人拄着米甸人的攻击，照着能力来看，以色列人是无法度受到因的打击，但是因选择了倚靠上帝。虽然因捌一再咧怀疑，咱看见基甸安尼讲。圣经记载，基甸讲：“主啊，耶和华若甲我三角之地，我啥事会遭遇这一切呢？我的列祖毋是永远讲耶和华愿对埃及带来吗？这么奇妙的作为伫倒位呢？现在伊却气杀阮，将阮交伫米甸人的手。”这种的信心的危机，好若亲像拢发生伫人咧面对危难的身上。上帝安尼来回答基甸讲：“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明，对伊讲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甲你三角之地。耶和华观看基甸讲：你靠着你这个能力，对米甸人的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毋是我找紧你去的吗？”但是这个时阵，基甸犹原无有信心，伊就来回答上帝讲：“
主啊，我有甚物款的能力会通来拯救以色列人呢？阮的岛伫玛拿西支派中间是至宋乡的，我伫我的老爸的家是至美色的。既然讲我若伫你的面头前蒙恩，求你互我一个证据，互我知甲我讲话就是主。求你毋通离开这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伫你的面前。就伫安尼一来一往了后，上帝用火烧来显现伫迄个祭物的中间，互基甸看见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应允。后来基甸伊就降服，伊就为着上帝起造一座坛，称作耶和华沙龙。因为上帝甲伊讲：“你放心，毋免惊，你袂治到死。主的平安同在。”咱讲咱是光明之子，因为圣经嘛安尼记载，教导提醒咱，咱必须爱伫行事为人的顶悬来亲像光明的儿女。伊有所书第5章第6节到14节安尼讲着，毋通互迄个虚华的话来欺骗，因为这的事上帝会受气，必定会临到伫背极的囝。所以你毋通甲因来做伙，共一挂。进前恁是暗钱愚戆的。但是，当恁伫主的内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，就爱亲像光明的儿女共款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亲像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是爱来查验，看是主所欢喜的事啊无。迄种暗钱无利益的事，毋通甲人同行。颠倒着爱责备行这个事的人，因为因伫暗中所行的，若就是睇起来也是感觉真可取的。凡事受到责备，就比光来显现出来。因为一切会通显明的，就是光。所以主讲，这你着困的人，着爱醒起来。对4年过活，基督的光就要来照你啊！咱基督徒不但是爱行事为人，会通见证上帝的光。搁较着爱伫迄个信心顶悬来活出，咱是属伫光明的儿女，因为有上帝的光甲咱来同在，咱袂到跌到伫即个惊吓的地步。约略伫10天前，三峡的北安桥顶悬发生一个27岁的查甫人跳桥自杀的悲惨社会事件。虽然咱毋知影确实的原因，但是有一项代志咱知，伊一定伫伊的人生的道路顶悬，拄着无法度突破的代志，伊拄着黑暗搭伫伊的人生的中间。伫伊的生命中，好若亲像看袂到光。伫人生的困境的中间，咱真正是需要上帝的光来照，互咱会通活着有望。诗篇27篇第7节到14节，耶和华，我用声音来呼吁的时阵，恳求你来听阮，并且求你来怜悯阮、应允阮。
你讲恁着爱找求我的面，迄个时我的心你讲，耶和华你的面，我拄拄要来敲找。毋通我来面，毋通发受气来赶逐你的仆人。你一直是帮助我的、救我的上帝。毋通气杀我，毋通离开我。我的爸母离弃我，耶和华要收留我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来指示我，因为我对敌的缘故，引带我行偏袒的路。求你毋通将我交互对敌，煞互因来怨伊的怨，因为凊彩做见证，喙讲着歹话的人起来攻击我，我若无信伫活人的就要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早就已经送达。爱听候耶和华，着壮大坚固你的心。我阁讲，着爱听候耶和华。感谢上帝用你的光来照阮，互阮的性命得到救恩，得到光的医治，会通脱离这个世间的黑暗来亲近你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